南投县举办着咖比冰感的比赛，由国信商农会来举办。因为疫情的关系，评审是透过网络监控着比赛的过程，会当讲是开创着网络冰感，兼顾着防疫的新方式。疫情期间影响咖啡消费市场，国信乡农会真无简单举办第10届南投县咖啡冰感比赛，除了真肯定咖啡农的用心，嘛协助来行销精品咖啡。阮都用过视讯的方式这个所有裁判伫咱台湾每一个角落，即马同步伫做冰感的动作，这个成绩嘛绝对是公正、公平、公开。这摆的评鉴照美国国际标准，而且为着兼顾防疫安全，透过网络监控标准化的评鉴过程。进行的期间，我们的主审呢，还有技术评审也会透过一个线上的一个荧幕来去看他们有没有符合我们的过程，所以我们评鉴过程都是非常的公正性的。虽然这摆比赛件数干那42件，不过咖啡整体品质真悬。进到决赛轮的一个分数进去的这个门槛，其实今年拉得非常的高。这项比赛已经举办10届，国文嘛讲台湾的咖啡进步真济，尤其是咖啡豆嘛拢真青，口感真济变化，水准真平均。例如我参加这10几年的这个咱台湾各区的这个咖啡评点啦，我能感觉台湾咖啡真的很大的特色，跟国外完全不一样。所以喜欢咖啡的人一定势必要喝台湾咖啡。比赛成绩会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公布，是国信乡的咖啡农林彦谦以85.8分得到这届的特定奖。